持愛無煙。好，代表住我哋新一期嘅愛無煙計劃正式展開。好，1、2、3，大家一齊睇下我哋嘅啟動裝置，已經由一支煙變成一個剔啦，象徵住咧選擇戒煙係正確嘅，亦都見到我哋嘅熒幕上面咧好多嘅煙花綻放，象徵住代表住你企業能夠攜手共建無煙香港。支持愛無煙。我哋希望可以提升企業員工嘅健康意識，同埋當然係佢哋嘅戒煙動機啦。因為運動咧，佢係可以幫助你咧，係嗰啲吸煙嘅人士咧，係預防呢個煙癮發作。喺我哋發現過去10年咧，呢個數據咧，由我哋2015年到今年咧2025年咧，我哋每一屆參加嘅6個月嘅戒煙率咧，都係節節上升嘅。就知道每日再買煙可以慳翻幾多錢？例如每日1包煙嘅花費大約用110蚊，1年可以慳翻4萬多。我哋咧係一個外展嘅戒煙嘅輔導服務啦，目的咧希望推廣工作間啦，咁就係鼓勵公司去做呢樣嘢。同事咧能夠提高佢嗰個生產力啦，同埋咧佢嗰個效率，令到啲同事咧對於公司咧係有歸屬感嘅。家人對戒煙者個支持好重要，咁希望我哋家人都一齊參與我哋啲活動。咗煙之後咧，其實咧仲都有同朋友行下山咁嘅，會有唞大氣嘅情況咯。食緊煙嗰時，而家咧就可以用健步如飛嚟形容自己啦。請一啲成功戒煙嘅人咧，同大家分享一下。